那我们欢迎超短音啊！耶！大家好，我是草屯音啊，我是阿超，我是苏玉，耶！也总是会向人过，我爽眼趁走骗的人生只有好无白，漂泊亲像一蕊美情花，亡命疼爱我爱你，但我并无啥过。我甘愿这世孤单，负任的日子，你的付出我业我的心肝，我不是无爱你，是托因我心上悲，但是听煞我甲你。早知浪费你的青春，当初咱两个就莫做伙。如今发生这种局势，是啥问题拢莫回心嘞，拢莫讲歹势。你知影这条路嘛，不是我真正想要选的。斗阵一杯美女，咱就斗阵烟火打。宁愿咱就做伙，放下一切离开这。我甘愿一个人孤单，爱我你的心，爱我你的心。青春无代志，两只温柔陪无谁知你爱。我要着天关心酸，咱拢是黑暗暝。介意你的方面，莫问我为什么。爱我你的心，青春无代志，两只温柔陪无谁知你爱。中的蜡烛，好悲伤的手，习惯一个气味，就爱悄悄看伊去，后世人才退去。其他团体都爱用地名或者用邮政区号。阮较早拄开始接触的时阵是国外迄款西岸的，因西岸拢是以地区性帮派。所以恁两个真正拢是超短在地。阮算摇滚乐团庙会结合较济，你是算西亚团体跟庙会结合上济一个西亚团体。伊所本来就是一个8+9，对细汉就开始跳酒。其实嘛是拢是缘分，因为一开始咱嘛无想到讲咱平常会去插庙会，这会使斗做伙。尾啊，就是阮甲阿昌先做一条不在行的歌，不在行的歌，有迄条歌才开始。其实阮嘛爱算真感谢恁翻唱阮的歌，我听个你来爆真的。我其实好听的少年后知影，我在各种市场毕业。恁当初哪会想着讲要甲海外你的戏来甲其他结合？因为这条歌是阮平常时拢在听，阮平常时嘛会听同志。变种鞋神曲啊！哎呀，就是平常就是嘛是喜欢同乐团。然后阮个有听到较早就是一个阿信。阿信阿布很多流的阿信。阮要介绍，我嘛先敲一下问我讲，你遐有嘻哈版本？开始嘛是搞协助。其实阿是嘛切了会出来。所以这条歌嘻哈的歌词的部分，就是恁两个有去甲写。嘻哈团体的创作方法跟我们相共，恁就是你要唱的所有的一下，你要唱的所有一下。那副歌要上下。看这条歌是向前提起的，比如讲阿昌伊若家伊写好全部等我了，我就是变跟进他。我念的副歌吹不下的哦，安尼较紧啊。莫怪我无情无义来离开，你亲像花蕊，我的生命早就裂去，亡命的滋味，陪要上你的气味，莫搁提起。爱我你的心啊，总是会向人陪。我爽眼趁走骗的人生只有好梦寐。漂泊亲像一蕊美情花，亡命疼爱我爱你，但我并无啥货。我甘愿一世孤单，你的日子的付出我业我的心肝，我不是无爱你，只爱我心上悲，但是听煞我甲你。爱我你早知浪费你的青春，当初咱两个就莫做伙。如今发生这种事情，是啥问题拢莫回心嘞，拢莫讲歹势。你知影这条路嘛，不是我真正想要选的。到底一杯美女，咱就斗阵相打，宁愿咱就做伙放下。
这10年来，大部分拢伫咧台湾表演。对啊，啊有啊，有一间去韩国，这个咱传去韩国做咱的特别嘉宾。而且会讲到这个话题，就是讲越在地越国际，因为嘻哈嘛是全世界拢，你要安怎伫国外凸显讲，这代表咱本土，甲人无共款。所以我感觉恁这个即个庙会文化伫嘻哈内底，我感觉未来伫国外嘛是有机会要注意。其实迄开讲的带人去韩国了转来，我嘛想过这个，因为其实咱平时真正想讲，听无，但是讲这咱咧唱是够嗨的啦，迄转来互我，我好尴尬哦。我会感觉讲，其实语言根本不是什么问题，咱上主要的是音乐性，咱个音乐做好，我都感染到大家，应该是。迄个佚佗，有人讲讨一佚佗，有人讲吃一佚佚佗。佚佗是啥？就是耍啦，毋是咧做正经的工课啦，可能用伫咧游览，嘛有可能用伫咧敢若无正常的工课，无一般普通的什么时候，安尼嘛是佚佗，所以这当然咱也伫歌词佚佗无了事，大部分拢会有敢若有三动无安那像讲，浪费青春啦，还是讲对这个时间安尼过真紧，敢若无把握什么过，即摆意思。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爱我你的戏2018草屯版的哦，是几年几月几号上架？没错，把答案写在留言，会抽奖哦。什么代志？人交换又对我留下在彼岸。梦中的蜡烛，好地上的手，我习惯一个气味，我爱悄悄看你去，后世人。